接下来即将登场进行比赛的是一位来自于哈萨克族的小伙子，叫做杰尼贝克。杰尼贝克，你好。在我们这个初试的时候呢，他给我印象特别深，特别善于模仿，尤其是这个非常可爱的大猩猩。因为我觉得我模仿的大猩猩好像没有你那么惟妙惟肖哈。注意哪几点？先要把嘴这里顶下，把手这样抬起来。行吗？现在放松了吧？放松了。刚才我发现你还有点紧张，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点亮梦想，等你长大，加油！有请杰尼贝克上场。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杰尼贝克，今年10岁了，我是一名哈萨克族的小男孩。我的小伙伴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跟我一块儿为大家表演一下哈萨克族的传统舞蹈黑走马，可以吗，老师？可以，可以呀，可以呀，有请好啊他。们来。哈萨克族是一个生性特别温和的这样一个民族，然后呢，用微笑、用音乐、用舞蹈面对自己的生活，是吧？小小的年纪，从你的动作
和你左边那个这小妹妹那么小的年纪，她一招一式都带着那种生在骨子里的那种感觉。我今天特别紧张，然后中间老是那个抖嗓音。从上到下都哆对，嗦。现在我腿还是软的。真的啊，虽然你说你的腿有点软，我一点都没看到。我看你在那个抖肩的时候，我说有这小伙就是男子汉呐，特别好，特棒那感觉。衣服也漂亮。对，他这种歌曲很动人。这个小伙子虽然紧张，但意思还是都唱出来了。我想向你证实一件事情哈，就是你来参加音乐快递面试的时候，那天我不在，但后来导演给我看了一张你的照片，后面这是你吗？是，你跟我合了个影是吗？然后你还给我这样一张，特别可爱。他用2个手指头就托起了你的头。这位拥有英雄名字的小男子汉，今天我们能否为你点亮梦想呢3、2、1，彭老师先为你点亮了。谢谢老师。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但是你们一定是晋级名额当中的一个。谢谢卢云老师。虽然你说你今天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就是因为你的这份诚实，会让我为你点亮梦想。谢谢老师。祝贺！那我们有请滕老师为我们这个哈萨克族的小伙子颁发我们的梦想奖杯。希望你们下次再来哦。我觉得不紧张了，因为经过老师的点评之后，我觉得一定要自信，以后上无论是多大的舞台，我以后都不会紧张了。